大家好，我係追稅助理 Candy。今個月獲利超過20萬，有大半都是用了彈指神通呢招。這影片價值10萬，將會用11個例子講解，加強彈指神通技巧。打開728中國電信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3天止賺。打開6862海底撈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8天止賺。打開762中國聯通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2天止賺。打開2601中國太保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7天止賺。打開18768威亞太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8天止賺。打開288萬洲國際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3天止賺。打開390中國中鐵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7天止賺。打開2318中國平安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3天止賺。打開3690美團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4天止賺。打開941中國移動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2天止賺。打開1024快手圖表，是一個下跌勢股票，如何判斷是否見底反彈？底部大成交，大成交後數3天，我們可以在這位置買入週期權 call，持貨第4天止賺。從11個例子中可以看到，買入後需要等2至8天時間才能獲利，股期權只有5天，所以買入後需預留最少8天，只需買入下週期權。例如今天是星期3，看到值得買股票，買下星期5到期週期權。今次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鍾意啦，記得訂閱同俾個讚啦。